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的福气类嘅节目吼。哇，大家如果心中嘅立场地图要做个青少年，系冇事系了下嘅，我下可能要青少年，嘅青少年做嘅大嘅歌唱地圖呢，冇要當到嘅學習嘅歌唱，比如講係自我嘅認同也好，係講首先要到行為係咪唔係大家期待嘅行為，可能大家會知道，聲音有冇變安樣，佢拄到乜嘅問題，當場。行為有偏差咁樣嘅感覺，你要好好地了解，你做得容易去面對咁樣嘅問題，你做得做乜嘅事情，所以當分享今日繞牆到社工呢度節目地圖啦，大家嚟分享，大家嚟分享其實係類似挑戰嘅機會分享。係，大家好，我係曾偉，我係青峰戲來推一片，我係在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係做這樣用。其實今天很開心，這個政委可以昨天來到亞邊同大家來分享吼。你做社工做幾多年呢？也做第3年咯。哇，第3年吼，還是很有安勇嘅熱情吼，熱情。都到嘅小年一開始就青峰戲啦，跟他們聊天其實是蠻活潑的，就有時候就會覺得說重新回一種年輕的感覺，這樣。哇，真的，真的很正面誒。不然我們係因為大家都其實社工係很辛苦的工作吼，對，因為一般在台灣每次講到社工，或是亞黑工來訪問高青島嘅社工，大家都提哇，這個工作量很大，然後也很辛苦。不過政委就是很正能量，就是我可以同青少年安用溝通、大嘴鼓哈，然後回憶自己年輕的樣子。哦，講到亞片呢，一開始講到基金會，做啲簡單講一下嘅安用嘅基金會服務嘅內容，或是你們合作的單位安用。我哋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其實係服務嘅種嘅犯罪嘅成人和少年。對，最初是從成人的根生起家，然後先在土城的那個監所去服務，然後慢慢的陸續跟一些單位去合作，然後慢慢的跟政府啊，然後去就是籌措一些善款方案，最後慢慢的就是發展出到現在有社會企業，然後我們現在也有專做那個家資，然後開立在各個全台灣在不同的地方開了不同的分會，這樣子。對，那我們青少年本身就是這個組是在8年前正式開始成立，然後再跟新北市社會局合作，然後做所謂的逆境少年的一個輔導，對這部分的輔導，然後現在慢慢的做一些轉型，然後後來在今年的時候慢慢去，就是前年也開始啦，就是後續開始去接桃園的少年服務中心的服務，然後在幾年前的時候也有開設2個安置家園。到現在，我們今年預計要開始去承接，就是預計還在標案當中的是南港的少年服務中心。對，就是目前有在做從原本的社區式的服務轉做到機構式的一個服務，中間有一個這部分的轉型，這樣子。簡單咯，你講向前輩來講，其實係提倡青少年，係講青少年度該大家歌唱地圖要遇到乜嘅問題，識讀啦，什麼吼理解啦，大家上嚟到青少年咪遇到嘅問題，其實做啲解憂，佢哋嘅基金會上係指揮一個嘅角色去提升佢哋，幫助他們，看怎麼樣可以讓他們可以面對自己的問題，然後找到自我認同，然後可以好好的長大。其實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所以你講到安勇改青少年，就是他們的行為可能有些偏差，或者是不符合社會改期待。我們現在有個叫做曝險少年，對不對？對，我們現在是這樣稱呼。要不要好好來幫我們修改一下曝險少年要死咋死這4個字？那曝險少年最初在少年事件處理法以前，在民國60年的時候，他們被統稱叫做虞犯少年。就是我們講說他就是一個有問題的，好像預備要犯罪的，我們會被社會上面假定說，這個些少年好像對有問題的人，對，就是這個部分有法律嚴加的，在他們還沒進到18歲成年之前，就是以少年事件處理法去做一些就是可能比較有點像是處罰式的管教有問題的青少年，但是到現在慢慢的，我們知道他們可能背後的一些就是
做这些问题的一些成因。对，那例如说他们可能家庭啊，或者是生活上面潜在有一些难处，然后可能在面对到这类的问题的时候，选择去做了这类的我们认为社会有问题的一些行径，所以变成是这类的，我们现在慢慢的把一些他们可能原本定义成有问题的，翻作是一种，他可能在面对到某些处境的时候，可能有快要准备去做犯罪，或者是有一些暴露在危险当中的那种行为。对，所以后来就是在近几年前的时候，把少年事件处理法去做一个大修改，然后把一些原本定义的虞犯少年的7类要素改成3类要素，变成是说，我只要可能面对到就是类似的，例如说，主要假设是我吸食就一些迷幻新兴的一些药物，可能不是毒品，正式归类的毒品，或者是说我可能只是在外面游荡，或者是在面对到就是可能在外面搞一些小事情，预备犯罪。假设就我们所谓的社会一种预备的，假如说，我要去敲人家车窗门，类似这种小好像那个玩把戏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类似这类的行径，我们都会把它把它事先归类在社会的另外一个体系。我们讲说就是行政先行的部分，它慢慢由少府会，还有我们社政，还有教育这3端的体系，先做一个先行的一个辅导。所以这一类的少年，慢慢的把原本的预备犯，这位认为有问题，把一些潜在可能有风险的一些情境的少年，把它加进去，变成所谓的曝险少年，这样子。哇，你看政委真的很仔细的去讲哈，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你够简单共有，就是你觉得他有可能会在这样的危险里面，白话文就是他可能会变得有问题，或是行为有些偏差，那我们就可以先归在这边，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辅导，从某做案讲哈。可以这么说。好，我知道我做的太简化了，唔够简单共有。我觉得沙下来同大家来分享轻重要，希望所有嘅乡亲朋友，希望你真的会了解安样嘅问题哈，就是以前啦，希望遇到像我们所谓孩子们的行为是不被大家所期待的行为，所以我们说，你看这小孩有问题，你看这小孩学坏，太搞不样讲嘛，你看生也好坏哎，有冇黑某就你看这交到坏朋友，大家是这样，可是大家不太去讨论，唔可以去讨论讲都带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的营养下来，黑妹吃的其实同家庭，其实家庭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遇到就是服务的孩子，很多都是从原生家庭的一些议题出来的这样子。就像我之前服务的一些孩子的一些经验，他们可能在面对，就是我有一个孩子，他本身在小时候，爸爸就是原本在国小前都是一个很乖的学生，到国中的时候，因为爸爸开始小就升国一生，他爸爸开始接触毒品。对，然后跟妈妈离婚，对，然后在他离婚之后，然后家长完全没有在顾小孩的情况下，只有一个阿公照顾他，然后阿公是眼睛完全看不见，对，然后还要做那种盲人按摩，去养这个孩子，那孩子在家里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尤其在国中那种青少年时期，就特别需要有人陪伴的那个过程，对，所以就变得相对的，我只能向外寻求找其他的，就是朋友来，就是支持我。对，我觉得外面比更有趣，然后可以真正的能够帮助到我，就是度过这个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理解我的这段时光，这样子。对。所以，像这类孩子就很明显是家庭主义，但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部分是说，像我有另外一个服务的孩子，他本身的家境其实非常的优渥，所以好像看起来不是家庭的问题，可是事实上也是家庭的问题。但我刚才讲的这第2个孩子，他本身有另外一个议题，是因为他在他们家人的父母，连带他的姐姐。本身都是非常重视所谓的那种名声啊，对，就是要维持的他们的家庭的那个，就是说，我要在外面有一个好行为，我要在外面有好成绩，我要有
有一个好的工作，所以对他来说，好像显得在那个家庭里面很不真实的生活这样子，所以变成是他后来选择就去外面认识了帮派的朋友，然后直到现在依然坚持的选择要走帮派的路，对。因为他觉得那样子的生活对他来说，才可以真正的就是平衡在家里的那个，就是为了规条，为了生活，就是为了名誉不断的打拼的那种状态这样子。对，所以孩子本身的面对的有很大的一个处境是在家庭，尤其在家庭的教养上面，他们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处境，而每个人在成长的历程上面，多半会遇到他们的生活上面的，就是在整合的过程当中，没有人陪他们疏通的时候，他们选择去找了外面的支持，最后走入了我们所谓的这种曝险的一个情境，这样子，对。好，你看同一位父兄是袂滴，其实成应该。性灌毒佢嘅细扰係咩？你要仔細去了解，所以其實家庭對佢哋來講係非常嘅重要嘅。通常這樣的一個原生家庭，其實真的是會滋養出他在成長過程當中不一樣的這個路徑哈。其實佢要動到嘅理由，讓大家都分享吼，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來講。东凤仪走的绕墙到前辈的节目地图，老大家的分享哈。郑伟现在是社工，然后工作第3年了。从么主要的走的那种退休然后陪伴然后青少年哈，像青少年其实他们在现在的这个两下的社会地图，真的现在的社会真的很多元，然后有非常多，不管是科技啦、数位哈，他们面临了很多不同的吸引力哦。然后不管是从原生家庭可能会遇到的困境，或是在面对社会里面有不同的诱因，所以其实孩子们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需要。我觉得非常需要陪伴啦，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今日特别绕墙节目里头两边，然后大家来好好的讲一下。你所以的节目有讲到2个例子嘛，对不对？一个是小朋友跟阿公住隔代教养，你像刚才我光听你这样分享，我就知道他其实很无助，对不对？哈，听你在哦那是其实尬听其实看起来是很棒的，也许在别人的眼光是一个非常好感尬听，可是你不晓得孩子们到底需要是什么。对你如果要他随时都要维持一个最好的学历，对不对？最好的成绩，然后每天都要端在那里，就是我们家是很棒的。你不知道他内心会读懂容易感压力，那他就到外面去求援了。独立阿平，我要特别分享一个我自己访问的例子，就是我也曾经访问过一个现在已经六七十岁的这个长辈，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他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霸凌，那他受到霸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得到出口、得到帮助的时候，他干脆就去跟帮派交朋友，因为他觉得他在那里才得到认同，所以他跟帮派在一起，他觉得好舒服哦，好棒棒哦，他觉得很轻松。那结局是什么？结局他当然就是就去该去的地方。对。那你看，你说他真的错了吗？你说他做错吗？你觉得他是问题少年吗？其实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知道怎么寻求帮助的时候，只有那群帮派愿意接收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案例。每个人的 case 很不相同，大概应该很不相同。不过讲到俩哈，其实你自己刚刚举了2个的案子，其实你讲到那家长面对声音、勇敢母弟的时候，其实家长也是要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不同年龄层的声音。从吗？是哦，哎呀，开始讲就是我们呐，就是会依照孩子的年龄啊，有时候会去做一些区分，因为其实，在研究里面显示说，尤其是在12岁以前，国小之前的时候，孩子本身其实是蛮需要父母的陪伴，尤其是规矩上面，或者在那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准则，让他们能够真的自立勤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很需要一个引导，还有一个教导，一个让他们可以听得懂，也可以理解，慢慢能够陪着他们一起去做的那种教导。所以在例如就是像我们自己本身
遇到的一个我自己啊，有一个孩子本身他是在大概11、12岁的时候，孩子他接触到外面的朋友，然后他开始慢慢的接触到抽烟这件事情。他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抽烟，但是对他们爸妈来说，就会觉得一个说，这是怎么我们家完全对这么小，怎么会去抽烟做抽烟这种事情呢？对，但是对孩子来说，他本身就只是希望能够透过抽烟这件事，因为大家都朋友一起抽啊，然后就是有一种那个就是抽起来，大家都有一种归属感的那种感觉，对，所以那时候我会通常遇到这类型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爸爸妈妈说，如果你可以去尤其在12岁以前的时候，你告诉他说，如果就孩子那个爸爸那个知道抽烟对你来说现在可能是一个就是跟朋友在一起很开心啊，但是爸爸还是要跟你说，抽烟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好，而且爸爸看了心里会很难过。对，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你站在他的立场上面陪着他，因为你知道他这时候需要朋友，但是也同时也不伤了他自尊的情况下，告诉他说你内心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在6到12岁之前很需要这类型的一个引导。那反而到12到18岁的时候，因为他们在面对到在青少年寻求所谓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阶段，对，很在意同儕或者是身边的一个就是身边的一个团体的一个支持，所以特别仰赖就是在那个青少年里面一个次文化的，比如说身边的朋友同侪的一个学习。所以有时候在12到18岁的时候，我就会更建议父母说，如果你可以的话，适当的去跟就是孩子去有点是套交道，比如说同样是抽烟这个行为，我就说，兄弟好，那个孩子好抽吗？对。青少年对青少年的，其实你心里不想他抽，对，你心里不想他抽，你不要就说你干嘛抽烟，你这个坏行为，对，但是我们换个方式讲嘛，我们同样也是希望他不要对兄弟好抽吗？对啊，就是好，就是他抽起来第一个觉得说，刚开始抽起来蛮呛的。如果你第一个得到了他当下的觉得说蛮呛的，那就那么呛。那你那么呛，那你还抽，那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又让自己不舒服嘛？对，就用一个站在他立场的一个方式去陪着他去就是和他一起，有点类似一种和他一起同在，跟他的当下的那个感觉一起去厘清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好是坏？我觉得在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很仰赖这种同侪间的这种就是支持，还有次文化的那种的一个言行的一个陪伴这样子，所以通常我都会建议12到18岁的父母，如果孩子现在接触的些什么，然后可能那些东西是你们没有那么喜欢的，你不如先跟他先站在他的感觉和立场，先去陪他讲讲看那个感受是什么，你用这件事情的感觉是什么？如果真的有那么开心，如果假设刚才讲的是另外一种感觉呛抽起来很呛但就是如果假设说他抽起来很爽那我就会对啊，怎么办？那么很爽哦。那个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一天可能这样一直抽，你不觉得晕吗？茫茫的。我要演孩子，我不觉得还好，我就不会晕，我就真的假的？你知道我同事有时候就开始讲一些其他额外的一些例子。你知道我同事有时候抽一抽，你掺一些，你知道。那个曾经抽过毒的，你知道那掺那什么 K 烟，你知道吗？那超忙的，超晕的。真跟你说，有些东西你不知道你的眼，对，有些东西不是你能够那么就是你还不知道的时候，有时候先检验一下，小心不要那么轻易尝试这样。所以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他。会因为你理解他，然后你不是责备他，你跟他站在一起，那他就会很好练习跟你分享。那当然这个就是家长的招数了，在这个狗肠地图，然后慢慢的去传递你的一些你想要透露的讯息，对不对？这需要一点经验，尤其其实真的很多，在爸妈在面对到当下孩子有偏差行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行为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很不知所措，所以我有时候第一个
就在你当下没有办法很立即性的直接做出像我刚才那种兄弟抽好抽吗这样子的这种言辞，我就说你与其如果你说不出来，那你与其说你就是好像要规劝他的话，还不如就是说那跟孩子说孩子，我知道。爸爸这时候实在看到你抽烟，实在说不出什么好话，但是希望你能够理解爸爸现在这时候看着你抽的时候，这个有点不晓得该怎么说的那种心情啊，要不然就是这样子也好，对，宁可你让他知道。我想跟你站在一块的那种心情，我觉得那对孩子来说会比你直接规劝他说不要抽烟的那种感觉会来得更加的舒适，然后也让孩子觉得说你有尝试在理解我的感觉。对，你看到从几位分享了在理的是为地讲，其实也不呛少年地讲，你要去穷哈，所以你几家自己也有一个成功辅导成功的案例，就是吸毒，对吗？我之前曾经有一个孩子就辅导了3年，他那时候15岁，我刚接触，也是我刚做社工的第一个个案这样子。对，那时候就是在他就是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其实他的防备心很重。那时候他因为最初他碰毒的原因，是因为因为他爸妈妈那时候已经快要濒临离婚。对，然后他觉得说，他想要透过让自己学坏，然后把焦点让爸爸妈妈的焦点转向自己，在我身上，对，这样子你们就可以2个人同时就是就对付我，然后我都就是那个坏孩子，对，你们可以一起来处理我的事情，这样子，这样就可以让爸爸妈妈转移那个就是离婚的焦点，然后让他们能够就是好像变成敌人就是他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后来孩子。就是经历了，最后爸妈还是离婚了，对，所以那个孩子在那15岁到16岁中间那一段日子，其实真的不是很好受，过得不是很好，然后前后用了很多的样的毒品，安非他命用得很凶的时候，就我那时候有时候甚至是好一段时间都找不到他，对，说不管是要帮他协助就学，或者是帮他协助又媒合，就是可能一些简单的打工，对，那时候都做没几天，或者是读没几天，然后就跑了这样子，对。然后一直到他16岁，他一直冲错，然后开始意识到就是他一直因为深陷，甚至因为用毒的时候会有一些幻觉，深陷在那个情绪上面的一些躁郁的一个问题这样。所以那时候他主动找我求助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去跟他讨论说，你现在的这个情形发生了一些。整个过程当中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开始去陪他去梳理，就尤其在面对到他一开始最初，他是为了要让父母焦点关注他，然后让他的父母不要离婚这件事情，他就会觉得说父母的离婚是我的错，对，所以他把离婚怪罪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给自己很大的压力。那我那时候就陪他去梳理，就是他背后的一些原生家庭给他带来一些影响，还有一些议题，让他最重要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先把这个问题，原本他一直怪罪自己的这个问题，去做一个问题外化的一个部分，让他能够重新对焦在说父母的离婚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的问题，对，不是我的责任。他在内心的这一块先被梳理、被整理了，够还有机场用法图再去解决他可能已经习惯吸毒两件事情，什么还有当到改地势头哈，后来了解成因原因的，你先聊下，你等下常来讲。今日绕墙都係呢個社工前會來到聊片，然後大家分享。你上台節目有講到，就是那個吸毒的孩子，對，所以先提譜，其實當陪伴一定很重要嘛。那這過程當然是一個3年很漫長的一個過程。不過重點係，你先讓他知道，爸爸媽媽離婚其實不是他的責任，就是他心裡必須要先過這一關，對不對？所以你就像是他的大哥哥，或者是他的很重要的夥伴，然後一起陪伴。然後因為他當然在生理上面，比如說會有吸毒的需求，所以他其實也必須要經歷實際上改
狗仓，对不对？是啊。所以最后他就真的离开了毒品。对，最后真的就是直接离开了，就是当然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就医，然后选择就是有慢慢的戒掉这一个过程这样子。对，因为它不是我们一下上瘾之后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完全的戒除这样子。对，所以一直到他18岁我们结案的时候，他们就是最后也因为认识了男友，然后就是稳定的工作之后，然后最后就是那个结婚，然后也生了孩子这样子。对，算是蛮好的一个，蛮好的一个，最后就讨论结案了这样，在他18岁的时候讨论结案了这样子。好，你还大家谈论港沟是一个好心共感离合，其实也不是每个例子都很容易成功。对，所以其实你都有美优东东，你都有啥共感困难，什么你们的困难，再加上就是说真的，我们刚刚举的是一个比较好像谈起来好淡顺感离合，不过你还像少年为什么动困难？因为现在整个趋势有改变，例如像是他们对钱有一定的需求，从吗？以过往的就是其实过往跟现在的帮派的就一些营运的一个形式，其实有蛮大的一个落差。过往的堂口啊，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是透过那个他的那个收保护费，来去，然后或者经营一些他们的一些声色场所来去就是透过这个方式来累积帮派的一些资金，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收保护费了，所以现在变成就是很多用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来去像那个可能贩毒啊，或者是比较目前最多的反而是诈欺这类型上面去做，就是因为我甚至有孩子。也因为时代的一些演进啊，其实现在钱这件事情本身越来越就是你知道通货膨胀啊，钱越来越100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这种感觉是不是比较像是，比如说你在跟他互动，然后讲你都来浮透机改世界，其实你最大的困难是他就告诉你，可是我需要钱。对啊。对，我一定得做这件事情，因为还有钱。那当然你就跟他说 ，OK， 你莫走了，可以死期，不管你怎么帮助他，但是他就会说，可是那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情，我要做什么？我下个月生活费你会给我吗？对，我举例啦，我讲的比较务实一点点，所以这也是你们等下遇到了另外一个困难。这个时代上面趋势会特别希望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来去赚取他们最期待的那个金额，这样。我现在黑公阿利亚走两件事情，我们认为不太好的事情，我1个月就可以赚到这些钱。你现在要我不要做，难道我要去做那个吗？那我1个月来传摸签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这是现在也是一个困难。对。所以我有2个孩子，他本身就是后来就跟着哥哥，他们的帮派哥哥就直接去柬埔寨。对，然后直接在跟着柬埔寨的他们那边的，就是公司的一个营运，然后专门做虚拟货币的一个诈欺。他那时候回来的时候跟我讲了一些他们那边的一些情形。对，其实也不像平常我们讲，如果你就是想说，去那边就是会被骗啊什么的，就是他们那边其实是跟着他们哥哥情况下，他们有一个营运组织，然后一个档期9个月啊，然后就是你分别负责什么什么的工作，然后有多少业绩就分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在那边的园区里面，他们还可以都是以美金来去花这钱，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我也没有做什么。对我生活的很好，对不对？我也吃的很好，对啊，很好，还可以用毒不好吗？这样子，对啊，所以有一部分是，当然我也有跟孩子们去讨论过，说，你有没有期待过，就是未来哪一天赚到一个档期的钱之后，来回来做些什么事情？有啊，其实那个刚才讲的2个柬埔寨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就有讲到说，我是有想过，如果我赚到一笔钱回来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开一个就是面摊啊，对，然后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活，我也不要再多赚了什么。其实他们对他们来说，去那边就是工作，只是用的方式是违法的这样子，并不是很好。当然，我们也中间辅导了很多次，只是他们深陷在那个已经习惯赚快钱，或者是在面对到毒品的已经上瘾的情况下的时候，有点难去脱离这样子。没错，因为毒瘾真的非常的辛苦。对，一旦吸毒，感觉上很难，很不容易才可以脱离。确实。好，我们看唐前面讲到你其实咪系你面对成瘾嘅问题，我想跳白以前就是
以前我们会听到就是拒学，OK， 以前的词汇还是他逃学，是不是？不过贡多利亚可能他以后高，不过利亚母题是还有包括像诈骗，对他们的整个工作的缝隙已经没穷了。好，我想特别声音，他以前也有一些小朋友就是我就是离开家里我逃家，然后可能去朋友家住，然后可能每天就打电动或者什么。不过现在的问题就变得很好复杂嘞。当然也不外乎就是家里给他们的一些压力啦，就是家里就是需要钱。有一部分他们本身也是去做这类的事情，除了他们的身边的外面的朋友的价值观以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也想要给家里钱。他们其实抱着某程度就是我就是年轻，我现在有的方式，这方式去工作，但是现行的社会体制没有办法供应我有这种可以直接做工作，因为他们那时候才15、16岁，而等到16岁终于可以就是真的可以做事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会因为你这个年纪怎么不是应该去读书吗？怎么来跑出来工作？就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年龄上面的一些歧视，对于孩子这一类，他们不得不选择某些方式来去赚钱的时候，是有一些潜在的工作上面的一些就业的限制这样子啊。对，所以你看问题没有那么单纯。是啊，他其实非常复杂，而且他也要怎么样再进入到一个健全的社会网络里面，这也是他的问题。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希望赶快赚钱。好 ，OK， 如果我很有自觉，我像一般人，我就好好的赚钱，可是我进到这个社会，我也进不去，也会遇到安勇感问题哈。讲到两边，大家可能唔知吼，你个警卫吼，唔讲去分享安都改案的，唔讲去跳白黑不地治疗师哦，他是物理治疗师，后来转职社工，变化很大哎。是啊，那时候选择转职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我觉得做物理治疗师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服务。就是社会上真的有需要的人啦，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一直在服务有资源的人，对。然后另外一部分也是自己因为信仰的缘故啊，本身是基督教的，所以也有一些家传的原因，所以就是变成就是我觉得如果以社工的形式去接触这类。接触到真的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就是在这过程当中至少能够在填补那个社会上面某些没有办法弥补的某些缺口，这样子。对。那到目前为止有后悔吗？还是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说我想不开啊。对啊，只是我觉得就是已经做到现在，我自己觉得说做了3年，就觉得说这是个有价值的工作，这样子。对啊。所以目前没有后悔。我可以完全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当物理治疗师，其实你对应的就是来这里做物理治疗的那个人，对不对？他可以花钱，然后来做复健。可是像这些孩子们，他需要的是更多的帮助，然后你会觉得你可以直接去家是提醒到了您 ，OK， 这就是我觉得这是警卫非常特别的地方哈。我觉得节目最后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案子可以分享，但就是说，我觉得其实不是只靠社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扮演一种宠爱的角色。有没有什么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每个人的支持都非常重要，如何理解孩子们，而不是带着歧视的眼光，对吗？我觉得其实陪伴孩子蛮简单的。对，我诚如我刚才前面有讲到一段，对于孩子，他其实就期待着你陪在他身边去一个简单的支持，就是我像陪他一起玩也好，或者是我陪他一起做一件事情也好，你当下的直觉可能认为说做这件事情怎么那么又蠢又笨，然后或者是觉得说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的，好浪费时间，还不如快点去滑一些手机的时候，你陪着他去了解他现在这时候去做的事情，其实孩子无形当中就一直不断的依着你的想法、你的感受，跟着你一起陪着你一起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很希望让家长们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只要你陪着他聊，在他身边接触他，跟着他，只要做这件事情，我不要带着先入为主的立场，我觉得这本身就已经给孩子很大的支持。没错，这种感觉就是，如果督导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子，而不是这样，你有没有抬杠，有没有去理解他，好，这样才可以一起
解决困难，一起前进哈。今天非常感谢前辈多多聊片，希望下摆有機會直接來分享冇強溶解知識，不然大家很好了解。好，石墨二，聽年下來咧，繞牆你所解向前面強下來做人堂了。繞牆大家來到不係來嚟嘅民宿傾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落兩個影片傾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